时若继续来看即件，即个骑机车咧等红灯，趁即个机会看手机啊，是看甲真专心，拢无听到后壁救护车叫着急要来过路，这是互救护员无奈阁生气。讲当时所有的人车拢刷到两边边，都敢若剩即个女骑士站伫大路中，阁是边仔民众甲提醒，伊才切一个，赶紧来让路。 一听到救护车经历，所有轿车大拢挖起正平，啊那桥头摆嘛拢集中伫路边，就惊讲挡着救护车。也毋过你看这个地粉红色安全帽啊，这个桥头摆的人，毋管安怎，就是无听到经历遐大声，喇叭2.7秒，伊共款伫遐咧看手机啊，互大家看甲袂做咧。这个桥头的人赶紧落车，甲这个女骑士讲，伊回头一看，发现讲原来救护车伫伊后壁，就赶紧闪去边啊。 才有这个救护车搁使行。我开了2颗警报器，但是他都没反应。我后来又按喇叭，按喇叭他也没反应。对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市民大道上港路口，昨下晡3点外，救护车司机讲，当时在确诊者要为台北中间转送到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中心院区，发现讲有一条乌托邦挡伫路中央。他其实也一直在滑手机啦。那我在想说，他可能。 耳朵有塞蓝牙耳机啊，蛮久的，2、3分钟有。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了。怎么说？大家都闪开了之后，他出手天啊。这个女骑士人一个甲提醒有随让路，无构成动车要件。警方表示讲，若是救护车安怎等警力拢无插，也是吊钢挡伫头前，都可能会开罚单。依照我国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这是可以处以3600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吊销所谓的驾照。桥倒摆时，千万唔通趁红灯的时，伫遐咧看手机啊！毕竟救人是甲时间伫比赛，救护人员为了挽救性命是真着急，啊头若累累，我都注意到路况，冇可能会惹祸上身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